就是有传承的味道啊。一个是14岁，一个是84岁。哇，84岁还能走这么棒，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耶！哇，保特瓶都出来了，掌声鼓励一下，耶！接下来有我们岳玉英老师，哎呀，他这套服装是太空飞人秀，哇！王志荣老师呢，他集合了所有的原住民族群多元的族群来设计，啊，我们的色泽啊非常的丰富，像我们岳云老师现在走的这个啊，有蓝色、黄色，好像是我们阿根廷的队伍，那阿根廷这边淘汰了，对的，巴西。没有，好，明天要比赛对不对？啊，对，好，冠军啊！哇，两位型男，哦，第一次参加了啊，上一学期只有女生啊，这是增加了啊，我们两位型男，后面这个有点像张震岳的弟弟。这些衣服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啊。好，非常穿的衣服非常符合我们大自然环保的风格。而他们脚上的鞋是自己制作。哇，接下来有我们阿美族公主，阿美族公主，哇，穿的上身啊紫色，下身黄色啊，可能是我们兄弟象的代表队。哇，他的头发有点像世界足球赛的明星啊，G 罗还是 J 罗？好，给你们掌声鼓励一下。这个班级啊。耶！哇，刘文正的妹妹都出来了，哇，帽子都戴上了，非常时尚啊！哇，那个男女的都出来了。来意的哈，哎，老师你要走一下，走一下吗？年龄10到18岁，就这么有精神，哇啊！哦 ，wonderful！ 哇，
哎，哇，这里是我们那个郭美玲老师，她是郭台铭的妹妹，郭美玲耶，掌声一下好不好？耶，好，郭台铭的姐姐，耶，哇，能够在我们部落大学开这样的一门课程，真的是非常的惊喜不只是融入我们国际的那个服装秀的元素再加上我们台湾16族的这个特别的特色，给融合在一起完全展现我们台湾原住民这个服装秀的哇，这个应该是那个达悟族的达悟族，它还有包那个白包那也是设计的吗？那个好像中医的，搭配中医，非常有特色哎呀，美丽，这位应该是我们架杠的 model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哇，那个台步都非常的自然好，接下来是我们夏娃已经到我们现场了给我们夏娃一个掌声好不好？因为夏娃以前没有高跟鞋所以说现在她比较那个。走路变成个太自然哇，这个黑白两侧就代表达悟族达悟族不是黑就是白，就是这两个。哇，这奇男奇女应该也算是我们架杠的原住民 model 他们从台南来的麻豆，掌声鼓励一下，帅气一个美丽特别是看他背后那个设计的非常的好，哎呀哇，我们小花又来了，小花，哎呀，特别美的小花，阿里山上一朵小花。小花之后是我们贵妇装，虽然一袭黑色的，但是后面有点缀的红色的蛮有特色的黑中带红。接下来所有的model呢要到台前，大家坐好，来给他们掌声一下，把他们所设计出来的衣服完全的展现，都是在这个舞台当中。对，来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掌声要尖叫！哇！原住民的模特儿跟设计师，希望在我们台北市部落大学诞生哎呀，我们叶玲玲老师，哇，犹如是天使般的少女，哇，对了，好，我们300壮士的那个牺牲，这个重点，好，有我们班代，在我们王志柔老师。向各位，谢谢，志荣老师 ，International，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哇，也可以很时尚，很时尚，对不对？有各自的风，不同的风格。是啊，是。其实我们也蛮时尚的呢，对不对？
是，没错。那个等一下，我们过来一点。回答的有点心虚啊。对啊，那个音响都出来，我是说我们是时尚的弟弟，叫和尚，好不好？我们合起来就是时尚的和尚，好不好？好。接着下来，这是由我们苏麦卡照老师所带领的魅力四社拉丁有氧。哎，这个是动感的，对不对？对。哇！我每次都很想上的课，可是每次都没办法上到的课。真的，你不要你婀娜多姿，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哦，谢谢赞美。不过我想，对，不过我想大家一定比较想要看他们的演出。对，所以我们赶快来欢迎他们。好。活力拉丁舞曲。好，掌声鼓励。谢谢。Come on。再给他们掌声好吗？很足球风哦。然后配合今年，对不对？正在举行4强赛啊。Un pasito para adelante, María. 2, 3. Un pasito para atrás.
边呢，我真的要讲一下哈，因为去年我记得我们访问了其中的一个学员，对不对？对，我就很高兴。不是有一个最美丽的美少女，对，资深美少女，对，我觉得今年还可以看到她这样子非常有活力的，对，在这样子动，我觉得太棒了。我年没加起来99岁。可能没有办法动。好。终于动了，老师。这个我只能动给小朋友看而已。好，接着下来呢，也是由我们林兆玉老师所带的这个班级叫做阿美族语书写书籍及通识文化课程。老师你的课程很长可见应该是教很多东西，对不对？通识文化。好天哦，到地下室去买，因为我到地下室有可以卖嘛，我要把想买多少份，多少钱？哎呀，不得了了！老师，你渡关怎么这么快就过关了？啊？30年。不是45年了，我把你看太年轻。好，这个我们林兆玉老师，你看要赶快架那个麦克风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学员带来欢乐曲。马夫人。学生，记得我们从看不懂罗马拼音，不会说，听不懂，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及老师的悉心教导下，稍微会说、会唱、会听，所以欢迎在座的朋友以及喜欢原住民文化的朋友，一起来参与原住民部落大学的活动与课程。那我们第一个要朗读的是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Ikakananay awana niyan nanay mapahemmat ku ika panca no nanay iso nanay kalahota ku ikuan no iso ikian no ika mahsi no mapalusuan iso ika kalayan ku ikilahati iso Ini di sini di Lampung. Pembelian kami dulu kami niai bumi kata uri kinian. Kepulang ku gagal nian. Nabiya ku dikito nian ku tidak lawai di kamian. Pembelian kami ku kata sawi nian. Paulipan kami pasalah nai kadihai kau hani miguanai ulisigelai isu alito。第二个要朗读的是阿美之源。阿美主人都从事于农业，土地乃是我们生命的根。今天我们所耕种的田地是祖先辛勤快递下来的，承袭祖先产业更加珍惜，不要忘本。
效法奋斗精神，继续努力，并且发扬光大，来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阿弥哈奶奶啊，感到。Matayalai tu rubi amia, kaayai katalau tu sila, aku ira. Dicepiu sa iya, dikawan ayo, dibahak tu rubi amia. Rumah satu, dalam matayai ak tenggering tu ayu nu amin. Dalam matayai ak tenggering tu ayu nu amin. Makana ak dimadi, makelo manipahak kami tu rubi amia. 我阿弥萨那那呀张啊。Umakaya tuli amia kaya kakalau ujiha akora heyo haya nizki sairia nikala ni alo nipaha akora小姐，不知如何是好，好害羞。阿公说，牵她的手或抱着她。马哈勒马拉赫巴格尔古罗，马拉赫巴格尔古罗，巴里奥萨里尤马阿拉格伊，萨马能巴苏瓦。